確實好擔心啦，係未入到公司都已經好擔心啦，因為就我都好介意去提出我有呢個問題話俾我哋嘅未來僱主聽啦，我驚我連踏入公司門口嗰一步都入唔到。KIER 同我做咗一個簡短嘅訪問啦，咁佢知道我嘅需要，亦都知道你刻意去隱瞞呢啲問題喎。但係其實你可以轉個角度諗，點樣尤其是有 KIER 幫手啦，咁點樣可以一步一步將呢啲問題攤開出嚟講？咁僱主啊、你啊同埋 KIER 呢邊其實全部人都比較坦白啲嘅時候，反而對件事係有幫助咯。不妨強調多啲自己嘅強項啦。咁因為了解我知道 KIER 嘅 member 都可能有自己個別特別嘅問題啊。咁好多時候講都講唔清楚，得自己先了解得最清楚啦。咁其實了解自己係重要嘅，了解自己嘅弱項都重要嘅，但係了解自己強項更加重要咯。因為只有了解自己弱項可以同自己相處，但係了解到自己強項嘅人咧，就可以同埋其他人相處啦。咁我覺得作為一個完人啦，咁即係完全個完啦，係咁即係就會了解自己弱項同埋了解自己嘅強項，對於一個心智啊同埋自己喺職場嘅時候嘅發展啊，都非常之重要咁樣。